走进名家，欣赏名段，欢迎收看《名家名段》。4月21号，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会有一台令很多粤剧迷期待的演出，那就是粤剧吕瑞英旦角艺术流派专场。今天我们就特地请到了这次演出的几位主创人员，让我们先从导演开始介绍。在我左边的这位就是本次专场的总导演徐俊导演，欢迎徐导。在右边的二位大家非常熟悉，都是我们吕派花旦，一位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孙志军老师，欢迎孙老师。还有一位是来自我们杭州粤剧院的，也是吕派花旦，我们的周瑜俊。大家好，欢迎三位。我们都说今天特别有意思三位名字当中都有一个俊字虽然是这个孙志军老师你是军，但是读音都很相同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要抛给导演徐导，这次是怎么说起一定要办这个专场的？之前提过吗？这个好多年之前就提过。多长时间？有20年。20年，对，那么长。然后吕老师始终认为，就说这个艺术不属于个人的，所以的话呢，他一直没有赞成。而且他这个人一直挺低调的对。然后这次这个主题不一样，因为是传承，然后是都有他的学生们的演出，他是传授。那么我觉得吕老师在这点上，他是眼界决定了境界，他是属于比较低调，然后不喜欢抛头露面这是他常说的话。虽然是在舞台上经常是以最好的形象给观众，但是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他是不喜欢特别的锋芒的那种有进行过就是跟他去说服他，这样是什么原因，特别具体的原因让他改变这个想法吗？除了刚才说的就是需要有很多人来，他的学生需要来传承这个吕派艺术之外呢？也确实，那个从吕老师，因为他早20年之前的话，他刚好是一个鼎盛时期，他的艺术鼎盛时期，然后他的流派也是最丰富的时候，也是最完善的时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吕派的艺术应该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做这件事情。那么我觉得呢，吕老师的想法不同。他是通过这20年来，其实他有一个理性的思考。那么他在自己总结自己的那个艺术经验当中，也是有取舍。比如说他认为，我过去演的地方，我觉得如果用现在的这个眼光来看，我怎么样应该有个提高。所以他在这次在给那个学生们排戏的时候，他就是一种理性思考，我觉得是特别的闪现了光芒。徐导，您看您。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徐导之前是大家都特别熟悉著名的沪剧小生，你看这个一看就是扮相非常英俊的那种。但你怎么会跟吕老师相识的呢？那是在一次那个我们拍了一个也是电视台拍的一个戏曲电视剧《江南情》，然后我在里边演他的儿子。你演过他儿子？对。那多少年前了呀？说起来挺像的。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儿。我的鼻子还有那个我的嘴巴有点就是这样下半截。然后梁伟平是演大哥，我是演那个弟弟。人家都说给别人办专场，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怎么样，但是你是他儿子你看你演过他儿子。这次受他邀请也是。我是没有意料的，心里想有应该抖火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底还是有的我就觉得徐静导演太谦虚了，对他好谦虚他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导演，我觉得他的想法很超越的，很有新的思路的。谢谢过奖，谢谢过奖。但是这次合作，看这次合作，大家心里都是特别的愉快。对，这个团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组合。像吕老师他在前面就是说传授着他的艺术过程当中的一种经验，那么导演他就会站在那个老师的后边，非常沉着冷静的思考着，看看是否能够补充一些什么新的亮点。就比方说是我们都是一些不熟悉的，对那个剧目不是太熟悉，但是他会捕捉到演员本身的一种气质，然后来跟这个人物来相吻合，让这个人物来提高这样子。徐导，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在导戏的时候会是那种有很多点子现场就说的那些人。
啊，这肯定有，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前期工作非常的仔细。你看我们那个前后已经花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去年年中就开始准备。然后案头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那个，应该说精细。我知道你们团队包括你之前是做了非常周到的很细致的案头工作。对。但是后来有的很多构思是被吕老师他否定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到怎么样突出吕老师的很多，比如说观众是想知道的，或者说也已经知道的。那么像这些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构思和那个设想，但是吕老师始终是围绕着以传授为这个宗旨。因此的话，凡是突出他个人的东西，全部拿掉。其实还是跟他20年之前的很多想法是符合的。所以我觉得这点我们特别钦佩他。里面张师傅来懂吧？张师傅是我。那你们也光在我们也责任，这个都有名字，那个没名字的？哎呦，你别一边淘气的。那我的名字要用顺口顺容来的啦。那侬讲来我听听看。跟侬听懂啊？一斗包，两斗包，三斗身，四斗包。我是连名连姓在说包，叫侬姑娘自家说。我是12点王是吧？侬哪个晓得不叫？我们王山上的呀。一定是九斤姑娘同在。里面的姑娘，侬叫什么名字啊？我的名字还要说我。你讲来我说说看。让我听了。我是连名连姓在称过，12点王山。侬先是九斤姑娘。12点王侬来做啥？我叫那个爷到我屋里向去苦铜去。哎呀，侬来不着来？俺爹出去做炮箱生意去了。那么侬爷回来，侬同伊讲，侬叫讲12老爹王来过在，叫伊到我10个屋里苦铜去啊。那好的，12点王，侬的屋里来了哪里呢？我的屋里呀，跟到听懂啊。出了一座五字门，3岸龙门不一人，前面有点闹盈盈，后面有些浪清清。再过一座来过门，门前2个关门人，一是李要李那王女等17、8把吊着高头顶，无数出在当头精神，天好像打着滚热，你非要饭来吃呀，你非要面上喷，就是我这家个关门人啊！我晓得嘞。侬晓得啥？讲给我听听看。3岸龙门嘛，就是一顶3岸石桥呀。这个。前面老阴阴嘛，就是读书个书房。不错。浪清清嘛是祠堂。对个。来公嘛就是一座圆圆的圆洞门。门口2个关门人，就是那门口有2只钟离石，是个啥？哎呀，侬到我屋里来过啊？来是没来过，我猜的呀。哦哟，可姑娘住在倒是有时好的，不知相貌好不好？秀金姑娘，那么我现在侬也来
叫伊早一点到我屋里来吃便中饭啊！医生，你听话，干嘛到我屋里来坐进去啊？不着急，不着急。点心吃点去，不吃这，不吃这。点心不吃嘛，早啊吃饭去。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干侬点心不吃，早啊不吃，我不客气，不送侬啦。我们都知道吕瑞英老师是桃李满天下，在这我也特别想知道二位你们是怎么跟吕老师结识的？就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我们是74年进学馆嘛，然后就是什么流派都要学的。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不是唱越剧的，你怎么进去的？是唱歌的那个接就是考过雷锋试的时候是吧？你你唱的是接过雷锋的对枪呀，我们都是的，好像对，哦，就是都唱因为一开始都不会唱嘛，我还对吧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越剧，都不懂。就其实是要把那个声儿给老师听，对吧？听你这个声音条件好不好？然后就把你这歌录取了以后就进去学越剧，然后什么流派都学。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是那个，听了老师那个穆桂英挂帅，我们学的就觉得很好听。还有就是《红楼梦》，就觉得很好听，自己就渐渐喜欢了。那会儿老师又在广东，又没人教你，你还很坚持学吕派。对呀，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听啊，很好听的，它的旋律很美，很甜润，很丰富的那个腔，而且跟你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那个声线也挺符合真的很好听的。长得跟吕老师也很像的。哎，我发现真是这样子。我觉得学吕派的，包括就是吕老师的儿子，所以我也要唱。就是有一点，就把他们放在一起，真是会有一点点像，真的。哎，那于俊你呢？第一次跟吕老师结识、认识他。认识他的话，应该是在学校毕业以后。我跟团里的演员陈雪萍老师到那个上海来演出，演貂蝉。那就院团侯军团长邀请吕老师来看的。这样子是第一次见面。没有多说两句话吧，应该是。然后一直到大概06年我们院庆的时候，再跟老师以后就频繁的就接触了。就一开始就是刚刚接触的时候，就等于跟老师也没怎么说上话。对，没怎么说上话，我也不敢说话。老师指点的时候，我就认真的听着。吕老师应该是属于平时说话挺少的那种哈。他是属于思考比较丰富的人。他想很多，但是说的不一定把想都说出来。但是他是那个思考是用在这个艺术上的，所以的话呢，他在排练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敏捷。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演员不明确的地方。有一个打盹的话，如果说让吕老师说不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他总是心理准备在你之前。我们还要说说这次这个专场，像志军这次专场，你当中演的是哪一段？我演的是那个三夫人。三夫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吕老师他平时排戏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哈。对呀。三夫人因为我没排过，过去是老师跟金彩凤老师还有于媚娣老师他们3个人演的，这次嘛我是跟方雅芬、许杰他们合作的。这次还有一个就是合作，有一个配演，对吧？有助阵嘉宾，也就是对。然后呢一个新的剧本从头开始，我知道怎么，而且那个老师老师在他的指点下，就是做牌就让我们做了3天。对剧本做牌，就顺这个词儿，对吧？唱词，他不但叫你念了台词，你台词的感情、人物的感情，还有节奏，就是一个一个的点，一句一句的开抠。他以前的版本是跟金彩凤老师合作的，那你这次是跟方雅芬合作的，还有许杰他们，会有不同吗？有点不同，因为金彩凤老师她唱的是京派，那个方雅芬她是学的是原派，所以她的流派上的改动了一下。他们话当中我们已经听出来，这次还有许多这个助演嘉宾，比如说像方雅芬老师，还有许杰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透露一下，还会有哪些观众熟悉的面孔会出现在这次专场上？有毛维涛，有赵志刚，方雅芬、许杰。张瑞红，还有张秋平老师，还有张海玲，很多了。哎呀，我想看这次演出真的是超值，有那么多观众喜欢的演员在里面。你看，之前都有吕瑞英老师跟金彩凤老师他们老一辈的合作，现在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活跃在舞台上这些中坚力量他们的合作，真的是一定非常精彩。
恨不能长而去。母亲，听娘讲，自从能的是好景，我私奔名声心一震，独自为新年思春，我陷害忠臣，叫你上儿女面前跪。相夫人，亲亲父亲，这陪我与我见，儿不恨枉为君，我愧夫人。于俊，这次你在专场上带来的是传统的一个可以说是喜剧，叫《桃李梅》，对吧？而且是女扮男装的。一定会非常的英姿飒爽。我看你这个扮相应该是真的，应该是，我想象当中应该是。但是我们看他，就是光看这样子看你，就整个人就是非常现代气息很重。我不知道你之前接触这样的传统剧多不多？应该这么说吧，06年之前并不多，06年之后跟老师认识了以后，那我就是会去看一些老师的资料，然后会去熟悉一些老师的剧目。那我就排演了老师的打金枝啦、陈三两了。前段时间也老师还在那个杭州指点过。陈三两，我听说陈三两也是吕老师特地是到杭州去教你的是吧？是，我们先排了一个出样吧，然后请老师过来指导，这样子。那这次要演这么一个传统喜剧，这个吕老师是不是在你身上就也是花了不少功夫？那是花了，是应该比其他师姐们肯定是多好几倍的心血。而且这次说话应该说的挺多了哈。我说的太多了，从早上8点钟一直说到晚上8、9点钟，说够了吧？这次你没说够，还没说够呢，没说够。那个海绵体只吸收了那一小部分这样子。因为一走到那个老师面前，就是多年的舞台实践，那就是根本就是没有用的，好像就像小学生一样，初次的
要教那个母音啊，那个从吐字开始，那个字正腔圆开始，就基础课开始。这是而且不是说我会排斥它，会就紧张。这让我就是兴奋不已。原来是唱腔是可以如此的，就是说愉悦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去接受它，去完善它，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可能一开始对一样东西有兴趣，但是兴趣还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对，然后再跨越到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不知道你这个过程有多长，或者这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事儿让你对这件事儿很痴迷了。中间应该是有10几年的过程，因为我从学校开始也是学吕派的，但是因为学校毕业以后，师姐们都在台上演出，还不是特地那个有节目站到舞台的中间。那我就是因为觉得老师的唱腔是非常的好听，也非常坚持的，一直就是说跟在老师后面跑着，也不想就是说换其他流派干什么，只是觉得好听，但是太难学了。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因为戏迷而去考学校的，就是一个机缘巧合，想到城市的学校里去读书罢了。但是我觉得粤剧的那个咬字和发声，还有老师那个太华丽流畅的那种，我把握不好。我真的，我非常胆怯，所以说有可能在表演的那个时间上花多了一些。那自从跟老师接触了以后，我觉得是非常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能够逐字逐句的把它那个去把人物给结合起来的话，那这样子对人物那个帮助的就是一个飞跃了，不是说在走台阶了。那就是从那次以后，我就车上啊，或者是家里啊，听的都是老师的碟了。你现在开车的时候也会听吕派的碟是吧？都是老师的碟。排戏也特别认真，车里放都是，排戏特别认真。谢谢。那个导演这是真的，因为那个你看那个他都带了服装，就那个排的时候都还带着服装，都穿着的。然后那个因为要穿那个靴子嘛，所以他靴子也始终是穿着的，就是厚底靴是吧？对，还挺重的呢。你那么一直带着，只要是排练你都带着呀？他一直穿着，一直穿着，不穿着万一出差错了该怎么办呀？就平时就去适应这个。他要因为那个演那个男的那个反串哈，反串的时候，他必须把这个台步要走好了，不能露怯，因为他是外刚内柔啊，因为那个内是女孩嘛，对不对？但是他在外面感觉到是个男的，所以的话，他这个感觉必须在排练场的时候就能找到。可以说这次专场，吕瑞英老师也是给了学生们很多机会，比如说像于静，她这样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女孩，这次在这个戏当中演的是一个传统剧，而且也是给你们反复加工、反复抠，也是对这个传统戏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要暖儿领呀你，貌似精致。顶风雨，观路人。
地方，是因为在嘴旁。是不得，是不得。你想，我们的丧事务必要在中秋之前告到左大人台前，稍有怠慢，却不负了大事。哎呀，这倒也是，这小燕嘴。哎呦，哎，我要追你，不是小嘴呀。总说你翻山越岭不是为，换做官位好期待，真乃是花些须为天理，看不到郎臣要找红配，不担心家长暖儿入蒲山，不担心高堂不成郎难追，到那时你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还不是心里要受伤，你圆圆妹。相公带路啊，我与你不散荒塔，要他拜八图这次的演员阵容真的是非常强大，在这里我们要继续给大家介绍来参加这次专场演出的2位演员，一位是来自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吕派弟子张咏梅，欢迎咏梅。大家好。还有一位是专程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赶来的我们的吕派弟子陈慧琳，欢迎慧琳。大家好。在这儿要问徐导，徐导这次一共有多少位吕派弟子参加这次专场？严格意义来说是7位。因为那个还有一位是在穆桂英的那个明星版的那个演出。
出当中。今天我们是看到我们6位是那个前面有那个志军，是吧？还有那个玉俊，对。那么还有现在是这2位，那个咏梅和慧玲，那么还有就是吴素英，还有那个黄一群。哦，他们现在都在排练吧？都在排练，没办法过来哈。那现在2位，你们这次专场当中都会分别带来哪些剧目？慧玲，我是7两辽宫乐当中的冷宫嘛。咏梅你呢？我是那个《西厢记》当中的考红一段。哦，哎，那咏梅，你这次演《西厢记》是吧？但是你之前不久前刚刚演过，你们上海越剧院演过这个《西厢记》，那你应该是挺顺的。啊，那没有。这好像很无奈。没有。他碰到吕老师重新来过。真的。对。一般来说，就是前面演过的戏，肯定再来演一遍，那肯定是轻松。那肯定不一样。真的。对。演出的时候是整场下来连起来，那到这个专场是单一个考红拎出来演，那对要求还是比那个演出还要高。吕老师对你怎么样要求高来着？哇，可以说在这儿。基本上我演出当中的那些动作表情都不通过。真的。对。徐导，那一开始他会不会很郁闷呢？没有，他因为全剧这个红娘是挺辛苦的，因为他跑上跑下。戏特别多，然后他说有没有说我演到这儿呢？通常是能跪吗？他说我是休息来着的。原来你平时跪着时候是。然后吕老师说啊，原来你在休息，没在演戏。后来那不是挨骂吗？哎，有的时候演员在台上真挺无奈的，因为你已经演了很累了嘛。他有一个细节，他不是那个手伸出来以后被老夫人敲那么一下嘛，家法。因为他演的时间长了以后，就麻掉了。每次都要真敲吗？他那个敲的话，他那个反应就不准确啊。然后吕老师他说我来敲你一下，那下敲的他活活肚子疼了。那是真疼了。哎，他觉得老夫人打的还不够狠。挨打的滋味怎么样？还是老师手下还是留情的，还是留情。其实老师还心疼的。那个我因为他这整个像戏都跪着的嘛，那么你想。演出它这个时间是标准的，跪多久就多久。那排练不是一直要重复嘛？那他跪的话，他肯定不行。所以他老师专门为他找了一个海绵的垫子，然后排练的时候给他放好在那边，那心疼吧。而且老师就是说我有的地方很不到位，他已经70几岁的高龄了吧？他竟然亲自跪下来示范给我看。天哪，真的是他在场上，而且他的腿还不是很好，他那个腿有骨刺嘛，就是他弯曲都很困难，但是他为了让我表演更加到位，让我看得更加清楚，然后他自己亲自示范。那这次咏梅跟你搭戏的张君瑞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浙江小北花的那个毛毛嘛，因为这是专程来祝贺我们老师那个专场，然后他就跟我就是搭档一段那个传书，就那个《西厢记》里面的传书，因为我下面是考红嘛，然后他可能想了以后，我既然考红前面有个传书，再说他《西厢记》演那个张生嘛，正好可以搭起来。哎呀，这次真的是一个很全新的、很有亮点的一个组合哈。因为历史上我们总是回忆过去有那么一段佳话，或者说有一段故事值得回味的。那我想这次浙江的这个小百花的《西厢记》和上海的那个越剧院的《西厢记》，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合。这次的版本是两地相结合、互取精华的这么一个版本。所以我说这个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地艺术家，那没有门户之间，体现了艺术家的那种气度，还有那种风范。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弘扬的。沪浙精华版的一个《西厢记》的一个折子戏。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哎呀，老夫人，夫人不要耍两回事，红娘是。红娘，你千万不能这样啊！你与我讲。
烈女，你们去问我什么？问我们才是问我，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去问我，那张谁设计什么？他是夫人将恩当作真，今朝小生在官道上西天月。这以后呢？这一回怎么样？以后的事嘛，以后再说吧。你还不挂身里？那是红娘李先走，李先走，哪位有小姐呢？小小姐春天落后。哎呀呀，你这是小女人，她这个女人家光颜三点，你叫她乱做什么？乱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叫他乱做什么呀。有呢？哎呀，事情到这里我是完了，哪有什么的以后呀？要不见人你怪不花事？女儿才上绿纱头，早已生要王冠头。常言道女大不中嘞，其间奴婢苦在绝，夫人那个放手全放手，不怕羞且怕羞。事情已经多久了？哎呀，夫人啊，红娘夫人80余斤，月来早已心呀相投。天哪！我堂堂相国府，竟会出了这样吃瓜如此的事！带我把这金丝拉到官府去！带我把这金丝拉到官府去！你去告谁？去告张谁？这事怨不得张生。也有哪个不是兄弟先生？也怨不得小姐。我只为这个死丫头一人之故。这都是你家的事，怎么怨得到我红娘呢？此事倒有谁来？这都怨哪个？这都怨你老夫人。怨我？夫人才告到官府，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我还有3个不是，我问你这一，夫人啊，当时君为出局时，你怎面对3把身中虚问？妈妈将军真为妻。好姻缘。
双不两得面，本已故事家多年，你君何事？该报有事问问是谁，家的千金完了事，到那时夫人终于面变花色，一将后以为打来，岂不是说没了相国的家身份？一想慧玲，我们知道你这段时间比其他演员更忙，你在两地跑是吧？跟我们说说你这段时间除了这个专场戏在忙，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工作在穿插？就是我已经好多年没这么忙过了，已经。今年从大概是年前开始，就是我们团要拍3个电影嘛，一个《西厢记》，一个《陆游唐婉》，还有他们2组，我就占了2个粤剧电影，粤剧电影，所以正好这个时间跟这个专场有一点冲突哈。冲突，然后我就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排练的时间我都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说不行，然后这里还排，搞得我的焦头烂额了。然后正好大概是空了这么一段时间，就前个礼拜吧，就是这么几天我就可以赶过来了。赶过来，就是8天，我把那个凄凉辽宫乐的冷宫，还有那个穆桂英，全把它排掉。像这次你在专场当中带来凄凉辽宫乐当中冷宫这一折哈，你之前排过这个戏吗？之前我是没有排过，也是。我发现这次好多演员都是他们之前这个本子以前都没有，包括之前那个孙志军他说也是哈。对，三夫人还有凄凉辽宫乐是没有排过，包括那个玉君的那个他也没排过，其他几个都排过。没排过啊。那你什么时候就开始排了？准备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是大概11月份之前吧。本来是他们大概第一个就让我排，因为《西厢记》拍电影这个事情嘛，就耽搁下来。然后我就是把这个唱腔，我先把唱腔就是整个先就是自己在家里每天在练了，我觉得自己就有这个时间了。然后我到上海11月份嘛，到刘老师家里去教打拳。对，我就说先把唱腔理顺嘛。刘老师觉得你行就行，是吧？就等于去试唱。对吧？那你到吕老师家去交了这个作业，交给他之后，他的反应怎么样？唱了之后，大概比他想象中应该。吕老师对他评价还是很高的啊。那个他说那个慧玲，他这个归韵是最准确的一位。那你这个定了一半的那些，他这个评价很高。然后呢，他因为准备前期工作也比较充分，也非常的认真，所以他一到排练场，其实词儿跟唱腔全部熟了。你之前跟吕老师你们的接触多吗？我应该是他们因为老师在身边嘛，对，在身边嘛，有可以这么交流的机会会多一些。对，我是应该说这次是第一次吧，这么所以。这么近距离的，这一次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对吧？而且那么集中时间在一块儿，对，这是很难得，真的很难得。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觉得是真的，我觉得挺好的，也给了吕老师机会，让他们能来教我们，也给了我。给我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学，就是学习嘛。他的悟性特别高，特别高。然后因为这个凄凉辽宫乐吧，这个我们这次其实改动的幅度要比其他几个都大。因为空间的处理还有那个调度什么的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的话，他等于是一边是学习过去的那个录像里边的内容，然后要调整到现在。
我们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他反应特别快，那么当然，我相信他是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好，是吧？啊，导演也是，导演一直在鼓励你们，肯定让我很累。怎么导演让你们都很累呢？导演也是属于那种精益求精的那种，对，他们要说心里话了，你得让他们先说，要求也蛮高的要求很高的。然后他就想法很多，然后这里应该怎么，觉得都是很好的，然后我就很累。刚才他们都说了，刚才志军他们都说了，他没明说，不是我们懂，我知道你大概的这个性格，因为不是他呢，他很有内功，你知道吗？然后演的那个就气特别顺，好演员都这样的，气特别顺。一遍连完以后，好像没什么事的啊。第二遍连完以后还不怎么样啊。然后呢，也没出汗，是吧？然后，我说那就再加3个大圆场。你就这么给他们改戏加戏的？那3个大圆场，边唱边他稍微有点冒汗了啊。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一开始为什么你说这次办这个专场。就是吕老师他有自己的初衷，第一呢就是希望和他的弟子多亲近，然后多给他们一些指点；第二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折子戏，再排一排，再整理一下，呈现给大家。对我还是说到前面嘛，他认为这个专场不是属于个人的，那么传承他是觉得是属于这个事业的，所以他乐意做这件事情，双
后宫多少引人看，婚姻是不止一只新凤凰，唐尊是朝王年纪称他这怕秦开之间赵乱兵发明论地thần家破为王，一场大武秦小家。今天非常感谢徐俊导演还有我们那么多旅拍弟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探讨了吕瑞英老师的旅拍艺术。在这里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4月21号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会有这样一个吕瑞英老师的艺术专场，我们期待您的关注。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走进名家，欣赏名段，欢迎收看《名家名段》。上两期节目当中，我们连续给大家介绍了吕瑞英老师旦角流派艺术专场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吕派艺术它的表演还有唱腔。我们请来了4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一一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左边的这位是著名作曲家何占豪老师，欢迎何老师。右边的这位是著名话剧影视演员，也是我们的著名导演李家耀老师，欢迎李老师。这边这位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陈慧琳，欢迎。右边的这位是来自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吕派弟子张咏梅，欢迎咏梅。哎呀，刚才节目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个嘉宾有重量级的嘉宾，2位哈，你看。一位是慧琳，还有一位咏梅，这个大家都特别熟悉，都是吕派弟子。那何老师跟李老师呢？这跟吕老师的渊源从何说起？我们先来问问何老师。我跟李瑞英大概认识已经有很多年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大概有40几年了。他老资格了，他老资格是吧？我小弟弟了的。何老师应该是4位当中跟吕老师结识时间最长的一个。他们老战友。战友啊？当然。战友怎么说？不是，我开始听到李瑞英这个名字，我还没见过他人。先闻其声。对，我是浙江越剧团的那个时候，浙江越剧团是50年代。我们浙江越剧团每演一个戏呢，都是向上海越剧院学习的，就是你们团是下来是我们老大哥。所以那个时候呢，李瑞英呢和袁先生就演一个《西厢记》。西厢记》里面嘛有一段是烤红，有的烤红。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他唱腔，觉得哎呦，这小姑娘唱得很好，很特别。但我人还不知道。那时候她很年轻嘛，就演我没见过，我没见过。光听那个声音就觉得很年轻，演红娘嘛，因为。这个时候啊，我知道，我说这是谁？她叫李瑞英，我还没看见她戏。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这听名字我说上海越剧院还有一个小花旦叫李瑞英，唱得蛮好听啊，唱得蛮好听。就这一次，自问自听其声。不见其人，见人是60年代，1964年，也就是45年以前。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人打越南，是抗美援越的时候。对，我们上海市呢组织了一个上海市青年艺术家代表团。那我是团员，他也是团员。我们呢这个分散的时候呢，我们有各种，譬如吕瑞英，他可以唱越剧，还有另外还有歌唱家。还有舞蹈家，都是青年。我们呢去慰问我们的部队。同时呢，我们访问越南胡志明主席，就是访问越南，这个正式代表团去。那么我们一人身兼数职。那个时候我呢，除了自己另外节目之外，我还有一个指挥节目。所以李瑞英在我的下面唱的歌呢，就是打飞机，把美国飞机打下来。怪不得刚才李老师说他们俩是战友，当然，对吧？那这个战友之间的情谊啊，跟一般的这个友谊还不一样。的确不一样。当然我们不能说出生入死，我们不是部队。但的确很危险。但你们在前线第一线。我们到前线去的。因为那个爆炸，就离开他们10几米，啪爆了。带皮带过来蛮洗他呀。子弹都不长眼睛，这个意思。就你们演出的地方，就是其实离这个子弹、离炮火特别近。因为他谁里会来？那种飞机是很多架来的，是这样。那么这架李瑞英呢，就是用我们去嘛，
因为大家，我告诉他，我过去是越剧团的，那么更加亲热了。他也是我是越剧界，我刚到音乐学院了，到音乐学院了。后来呢，我们在火车上面睡房间的时候呢，卧铺我们两个是一个房间，然后火车上呢就是他问我几岁啊，我问他几岁，哎，你们俩谁大呀？你看，哎呦，兄弟，你比他小一点，哎，只小，其实讲小1岁，实际上可能还不到1年了啊，几个月，所以小阿弟一教呢，就是已经教了40多年，直到这次旅派演唱会，他要请我写主题曲，打给我，小阿弟啊，请他帮忙嘞，听了真是很感慨。我觉得那么多年这种姐姐和弟弟一样，就是姐弟的那个40多年前结下的友情，就是真的是革命友情啊，对吧？生死之交的这种友情，一直到现在还是姐弟相称，特别亲热，特别亲切。何老师，您看您跟吕老师吕派特别有缘分，而且你跟吕派的弟子也挺有缘的哈。比如说在你旁边的这个胡慧玲，第一次见到陈慧玲对吧？对。哎呀，你对她还有一个爱称。总我追一下，做谁？这个小姑娘，哪个位置啊？要每次看到我就接老底。对，他这个小孩子呢，是我弟弟一个学生，是浙江艺校的。他非常小。那么有一次呢，我到浙江艺校去讲课。讲课他可能刚刚招进来。招进来嘛，我的弟弟呢好像不乐一样的，说大哥啊，我们最近呢就招了一个小孩子。唱得非常好，表演也非常活络，表演很好。这个你是不是听一听给他指导指导？等于教越剧的您的弟弟，想让您听一听他的学生，他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学生，唱的怎么样？那作为我哥哥，我当时很高兴了。那我可以，我说你叫来吧，叫来听听。他说你等一等，然后我一直等，他们到处找，到教室里说教室里没有。陈慧玲叫没有，那么到寝室里叫，寝室里也没有。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呢，其实前面是房子，后面是一座山。他没办法了，说找不着，到山上去就山了。后来一看，我们到山上去，哟，有个小姑娘哪个？我来了口水就懂了。就蟋蟀，这是。你怎么那么调皮啊？慧玲看不出来，特别忘记掉。句未成的，就想做蟋蟀啊！我就这个小姑娘，原来陈慧玲就这个，然后呢，把她手洗干净，你赶快，然后把她捉到我那里来。他在抓蟋蟀，你把他给抓来，然后唱给我听。我说哟，这小姑娘唱是不错，所以从此以后。他最大牌的演员，哪怕演《落叶与唐婉》，我要叫他做这个小姑娘。哎呀，我觉得何老师说起这个来，真是历历在目，印象特别深刻，也是对吕派弟子的关爱。我觉得，等于慧玲，你是进了这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之后，才碰到吕老师的是吧？对。那你看你演的角色，像唐婉啊、红娘啊，你演的这些版本，而且都跟老师之前的版本有点不一样的。剧本是不一样的。您看，像慧玲她演的这两个角色，唐婉还有红娘，这些版本都是跟以前吕老师的版本都不一样的。他是不是说他是属于那种胆儿比较大的演员？他人小胆子大。敢跟蟋蟀斗。人小胆子大，演了再说。演了再说那种。我想吕老师包括何老师，当时也不会想到，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那个抓蟋蟀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越剧舞台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了。红酥身望灯菊，满城春色共江绿。几年离索，错
心光，深情光，玉树黄昏花一落。相逢光，泪痕残，月前心事多于闲来，他曾询问，眼泪装欢。李老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吕瑞英老师她跟何老师是老战友，这个老朋友，有生死之交的哈。那您跟吕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朋友关系呢？我跟他是同志关系。可以说怎么样的他们是战友，生死战友关系。我们是艺术事业的同志关系。哦，艺术事业上的。没有排戏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瑞英。有幸的是，1980年，你们越剧院呢请我去为越剧院排一个戏，叫《桃李梅》，是个喜剧。那么我才知道，这个主演是这个桃李梅3个姑娘了，她其中之一。那么她演，那么我跟她一排戏呢，我逐渐就认识她，我发现吕瑞英此人呐，这个人是个角色。是个角儿，早一角色，就是不是等闲之辈啊。喜剧这个表演的因素啊，元素在他身上，隐藏的蛮自然的啊。所谓的表演喜剧的
天才啊，就即兴表演。即兴表演，所谓即兴表演者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不是导演要他这么排，他就这么做，这是没有出息的演员和导演，对吧？他启发了以后，这爸爸好可能做，也可以那样做，对吧？所以这很活络的。这个作为女子越剧演员来讲啊，而且是个角儿来讲啊，不可多得。还有一个呢，就是吕瑞还有一条。也是我觉得蛮赞赏的啦。哪一点？就是他对流派是很尊重的，但是对自己所谓的流派，他自己认为他不张扬自己的流派，他不以唯我独阁，这一点是很可爱的。他呢，你给他提什么意见呢？他牢记在胸，好像不大露声色啊，但是呢。你自家去都是调整了，所以他的即兴，他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所以他有个主张，就是演1000个角色要1000个样子，就我们话剧界叫千面人，这就对了，是这样的。演戏是演塑造人物嘛。而且那回李老师，您给他排桃李梅的时候，你还特别跟他说，你去养一只鸟。哎，为什么？为什么叫他养一只鸟？因为这戏里面呢，有一场戏有个鸟笼。里面养了一只鸟的，如果程式化表演的话，该看鸟嘛就这样，也别说一个套路了。我就叫伊养一只鸟会得跟牢侬套路走啊，你说对不对？哦，对。那你这养那个你这对的那个鸟跟你对戏是很即兴的，那就有更多的生动性，因为它节奏呀。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思路是很活跃的。问得好官呐！啊，你这样再放我可受不了啊！啊呀，我的大姐儿子呀！我妹我是一时所计两旁，又怕臣子举头分赃。还不了，我既不愿有他计，愿命强自用桃药。我也不愿还有儿计，为表兄终遭苦担相当死了。我愿你一个知音生儿。
去讨草姑娘。三小姐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实实在在，滚滚彩彩啊！四季红尘，八郎君在。三小姐，我们去玩吧。好，那我们先去烧香。小姐，我们先去看庙会啊。说到桃李梅这个喜剧，你看当年是李老师作为导演给李瑞英老师他们排，后来多年之后，李老师又作为导演给吕派的弟子排。当时咏梅你们排的时候，吕老师他也在现场是吧？也会在现场辅导你们是吧？那时候还是以佳耀老师导演为主，对，在任何场上导演对，然后该听的。这个呢，就是你们吕老师啊，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一个艺术家，他常常作为演员接受导演指导的时候，他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他还是很尊重导演的。那会儿他挺忙，那会儿他应该已经是上海越剧院的院长是吧？对，是在做院长。对对。那些排练的情景，你现在还回想得起来吗？应该当然想得起来，就是在87年的时候，那时候叫我排这出戏嘛，当时我那时候还真的是小，然后导演是佳耀老师，然后当时我进排练场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哇，这我认识，电视上看到过，哎呦很有名的，给我做导演啊，心里像一滴豆花，有点豆花，比看到我老师还怕。但是跟佳耀老师然后接触下来以后，哎呦，佳耀老师太好了，他太随和了，就是说，然后在排练的时候，他就是说很多东西他讲给你听，但是就像他说的，你有即兴的地方，觉得你做的对的地方，他还是随着你的，他还是肯定你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的，然后我老师呢，就是他那时候做院长嘛，也是蛮忙的，他就是基本上是趁晚上。我们那时候晚上是连排，对。然后我记得来过几次，然后就先是从头到尾，那时候我们已经排下来看一遍，然后看了以后，然后觉得我有哪些地方就是还不是很够的那种形体的动作，然后再给我加强。我印象当中啊，吕瑞英来看戏的话，那份补吃啊，还有这习惯，对。这越剧好哪儿不够，越剧好几个。都有习惯，都这样的。对，那个谁也是的，张桂凤。对，他来排戏的时候啊，排戏工作本一本，了里了草啊。另外第二天再来，把场景这里走过来，提了扎青，叫我导演对批改，五集2本啊，2本啊。对，这种老艺术家真的。就现在演的那么好，就现在我们排戏，像他们现在因为年纪大了，眼睛已经不太看，就是太清楚。现在都是叫旁边的人，都是我们在排练，像我们这次排《西厢记》的时候，几个角色真的是从头到尾哪里一点点滴滴都记得太清楚了，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然后再按照老师点出来的地方再去做。真的是。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造诣为什么会那么高？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喜欢他？他的很多这些习惯都不是说1天2天养成的，他是几十年之前，在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意识，慢慢日积月累下来，他一定会有回报，一定会有他所想要的东西给观众的。对，包括这次咏梅你专场上演出的是《西厢记》，对，《西厢记》我们肯定会想到吕瑞英老师她演的这个红娘的形象，一定是很深入人心。我不知道。佳耀老师，您是怎么评价吕瑞英老师她演的这个俏皮的小红娘的这个艺术形象的？我认为吕瑞英演的那个红娘啊，跟你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她阅历跟你就不同。对，她很小就卖给人家她的历史，她的童年很悲惨的。你没有啊？对，你长在甜水里面，跟人讲么个体味了，对不啦？对，所以我说。我看吕瑞英演的那个红娘啊，她是大户人家的丫头，所以呢，她是演感觉很讲究，
不演那个外部形象，就屋头配置，不是一般的屋头配置，要比一般人家那个小姐还有份儿，所以她的形体动作是很优雅的，所谓上海人说很高档的，这就不一样。那么你呢，是看了她这个之后，紧张了，开始是的呀，你看了她之后，你再进行再创作。你的红娘，我觉得有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她是模仿，但是她不是艺术，但是她的艺术少不了模仿。但她有些地方的天真的程度啊，要比吕瑞英好。我说不差，不是说不差，好。所以她特可爱，晓得吧？所以她老是喜欢她也是有道理。红娘姐啊，事情怎么样了？哎。不要傻了，不记事了，不记事了，小姐恼了。小姐她怎么会恼你？一定是你红娘姐不肯用心哦。是我不肯用心。哎呀，张先生，天在对上你，你那个线片写得好啊，好。只愿你先生明天，真是我红娘为满，少不愧小姐素相恋，今朝先就办了。从今儿相为少见面难，劝先生早行过，居兰神山。哎呀，红娘姐，这里张先生再也不该伸出你的肺腑了。怕小姐问我要委屈了。红娘姐，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我有谁替小生出主意呀？张先生，我管不了你的事，你不能走。红娘姐，红娘姐，你不能走。红娘姐，红娘姐，你不能走啊！哎呀，张先生，为了你那个贱贴儿，小姐是差那棍子耽误了。红娘姐，来算我。现在红娘姐身上，哎呀，红娘姐呀，你要救我的命啊！哎呀，张先生，经不起他电话儿多深难，好叫我做业做人是什么？小姐为谁在此？那，你自己拿去看吧。小姐她有所到来，你何不早生？小生立该迎接，绝对不许请小姐失策。哎呀，张先生，你这是怎么了？红娘姐呀，小姐恼我都是假的，假的。你可知这书中之意？这书中之意呀，这书中之意怎么样？书中要我今夜到花园相会。哼，我才不信，信不信由你呀！张先生，这上面是些什么呀？这上面乃无言是诗句，得有西厢下，迎风无半开，各将花迎动，你是牛人来。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解语我听吧。好，等我解语你听。得有西厢下，小姐让我约上别去。要是今夜没月亮呢？红娘这样，
此乃私意，此乃私意哟。宁奉五百开，小姐在开门等我呢。开门，噶像花运动，小姐要我跳过向去。小姐啊，你是女人来，就是小生我来了哦。张先生，真故是这样解？不是这样解，那红娘姐，你是该怎样解呢？哎呀，张先生，真故是这样解吗？小生乃是采私密的所讲，这诗句诗枉为解错嘛啊！好一个小姐，连我红娘都忘过了。好，几人间算数的忘过一言，好小姐新年儿这样刁钻，看起是新了人，谁没红光？哎呀，红娘姐，小生乃是读书之人，怎么能挑枪呢？你们的事我都不管。哎，红娘姐，红娘姐，哎，红娘姐，红娘姐。小姐啊，小姐，我看你今夜是我瞒得过我红娘哦。哎呀呀呀呀！今晚之事好不叫人高兴，好不叫人高兴哦。这是小姐叫我去挑香，小姐叫我挑香，我是非挑不可。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说到，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吕派艺术它的表演，还有唱腔。刚才说了很多表演方面的，我们现在再来聊聊唱腔方面的，要问何老师了哈。何老师，听说这次您还特别为这个吕派专场，做了一个吕派音乐的交响乐，这是怎么回事儿？当然，这里面有私人交情嘛，因为不是那是肯定，那是肯定啊。但是呢，他叫我写这个，这次专场音乐会的导演呢，请我写一个这个以吕派的这个风格的主题交响音乐，我是很愿意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感到，吕雷音的流派和别的流派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不是贬低别的流派，我觉得流派是我们这上个世纪30、40年代开始，就仅仅短时间之内就一批，演了他们的创造，可贵的创造。那么这个创造这个背景呢，也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里没有专业作曲家这情况下，演员他身兼两职，他又是表演艺术家，同时他自己是作曲家，他自己也是作曲家。对，殷桂芳他的调子这么柔美的调子，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他哪里来的呢？因为他形成一个体系，很柔美，一唱就是歌，人家是好美呀，对不对？范派一唱出来很敦厚的，也很美。福建腔很高昂的啊，就他这个很激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演员真是了不起。他又是作曲家，那么他每一个流派，他出来，他当然有一个开始一个角色，他流派雏形到慢慢成熟，因此他在多少年里面，他自己创造出这么一个具有特色的，观众承认的，又很动听的，又富有表现力的这么一种音乐，了不起。那么在这一类音乐里面，
吕瑞英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一般的流派音乐，他唱出来一个流派之后，他以这个见长，往往很多戏他用这个腔去套。他就这个观众喜欢就很好听，他就套下去，包括什么词都套。落腔啊，就等于大家一听就知道哦，这个是什么派的，这是什么派的。那么恰恰李瑞英在多少流派里边，他独树一帜。你像表演千人千面，他的唱腔也是一样。那作为作曲家，您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他就是每一个戏音乐形象非常鲜明。所以刚才我听李佳瑶老师在讲，我听得出神了。我想，哇，表演里面是这样，怪不得他音乐里面也是这样。都是相通的哈。相通的。你比如他演那个《穆桂英挂帅》，因为我一听到他唱出来的调子，就知道她是一个我们古代的女英雄，就是英雄。她一唱第一句就是千军万马我来也，这个歌就这个意思，知道吗？哎。你可以唱唱。门外三声炮，是不是这个？啊，对啊，远门外，他第一句来就是好像我元帅连演，特别是后一句53岁，53岁又出征，53岁又出征，就是他这个音乐一来之后，就你看我来了，然后这样的音乐，形象，我唱着，我这次唱着主题根本用不着我费力，他已经唱着好了啊！我不过在他的基础上面加一些节奏，当当当当，哗一类，就马上就千军万马来的。所以这个确实不是我作曲，是李瑞英作曲。哎，李瑞英，我觉得他应该做作曲家。他这个唱腔的方法是歌剧的创作方法。所以你一直说，你刚才说了，我其实刚才也问您，我说我想问您，他的灵感就是您这次灵感是从何而来？其实刚才从你刚才说这些话当中，我已经得到答案了。你的灵感其实就是来源于他本身的唱腔，就是这个形象是他塑造的。所以我当时开玩笑了。我说你这个姐姐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不应该去当派出所所长。你应该在将来去作曲啊，这样现在改行是吧？你就是现在又是表演艺术家，又是作曲家了。
叫让比武的帅印，我的儿一马三箭射得正，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剑才精尖落才人，那王人一剑起不分，他要与我儿能过家珍，飞杀三儿并两人，他却一刀劈死小黄人，老九王才叫让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中不知口吐真本情，他是他杨凌公本是他先生，他是忠宝的儿子燕昭的孙，他越过真祖母所太君，莫怪我本是儿的娘亲。老九王听说他是杨家儿，不家才犯进元帅营，老太君为国要心中，命我挂帅去拼责任，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上我忠立命，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个报朝臣。莫怪53岁多不老，不凭你责任我为营门，本是惊人把教场进。何老师这次特别为吕派专场啊写了一个吕派音乐交响乐，其中包括3个不同的人物。刚才我们已经说到，其中有一个是穆桂英，还有2个是谁啊？一个是小红娘，这个小红娘，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看她这个红娘，小红娘里面呢，我又特地的就是请叶那一场，请叶的唱腔，很活跃，就是7分音，对不对？请叶那一场，就是一个淳朴的。一个美丽的淳朴的啊，就是说刚刚李老师说，又是大家闺秀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个什么有气质的小丫鬟，实际上是宠儿来的，成人之美。所以我在开玩笑的，我说李莲英她是生活里面谈恋爱，在台上不谈恋爱，台上老是撮合人家，对了，就是这还有一个第一个，第3个就是凄凉聊宫乐，小皇后，她3个不同的形象，采取她3个不同里面的唱腔，的确就是马上就会在音乐里面塑造3个不同的人物。说到这3个形象，你刚才第3个是说到凄凉聊宫乐哈。说到凄凉聊宫乐，我们都觉得里面这个旋律特别的优美，很好听。但是他们还说这当中有吕瑞英老师他自己创造的一个异调唱腔，是吧？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啊，何老师？内行。因为我不是越剧院的啊，我想这个异调这几个字恐怕是作曲老师给他加上去的李瑞英老师不一定是异调低调，这个异调或叫什么调，根据情绪的需要，根据每个人赏赐的条件，都可以随便定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李瑞英在这个角色里面，来了一个异调的唱腔呢？这么一般我们的越剧里边，低调慢板，也就是旋下腔慢板，是比较悲哀的，唱一种悲的情绪。那么一般的在这个就是彩调，就是基调，那么一般是比较抒情的，叙述性的抒情的，
国家是激情的。但是呢，为什么？因为萧皇后她在这个监狱里面被冤枉了，她说的遭遇是非常的悲惨的，是应该唱闲下调，也就是应该唱低调。但是萧皇后这个角色呢，她在监狱里面，她心里还想着詹长朝的事情形势怎么样，心里还想着他这个皇帝被人家愚弄了，现在会怎么样？会不会清醒？他心里还挂着战争爆发了，千百万老百姓生活是怎么样？所以他并不是一般的角色悲悲戚戚的，他绝不是和林黛玉一样的。因此他唱闲下调唱不起来了，觉得太悲了。唱拆调又觉得跟那个情绪不一样。因此这个一调刚刚在低调闲下调与拆调之间。所以他这个创造从人物出发，人物角色出发的，和李家尧先生给他导演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他的就是说，他的唱和他的表演不是完全分开的，唱的时候也演，演的时候其实也唱，对，一码事，一码事。就是何老师他是从作曲家的角度来说这个异调，那我要问问这个。慧玲，你作为演员，要是就碰到这样异调的话，会不会觉得特别难唱？他就是有一定的那种技是有这个巧，说法一定要去你要去用心，要去揣摩他的唱，他不是说随便好像就一拿来一哼就能唱的。他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用，都是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他是要强调这个，他都是做得很细致的，他感觉比较细致，比较复杂，所以他唱腔都是很难唱，所以要用心，要怎么去投入。慧玲，你看老师录像的时候，已经觉得能够把这个萧皇后这个角色可以唱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当时你知不知道这个唱腔那么多的唱腔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你知道吗？这个倒我真是不知道，我正好到上海去搞唱腔嘛，搞唱腔正好他们说，就是吕老师说起来的。就他们自己怎么推敲的，然后就是怎么，就是这个哪怕一点点小音乐都是自己做的。当时我说，哇，我是太厉害了。原不是专为你母儿而来，只为朝中称才郎。才郎？谁是才郎？
王为人眼中的人老国丈，清茶白案照几旁，他又把都护少君王神东去西藏鲁莽，身体34步冤枉。君等高士天，学术大气，心从我跟从，叛军那中间。愿君王见金光，那一名心娘子我出见老家王人既要学术，王儿是西城母王，将军看看老长，堂官的父王不忘心儿郎儿为当母儿生人大报去家恩母亲帮。记下了，且匆匆拜别母恩，去报信。听世间家。这次专场当中有如此丰富的节目，也令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特别的期待。我们期待吕派剧目当中丰富多彩的角色，也期待吕派独具魅力的表演和唱腔。我们更期待那么多吕派弟子聚集一堂，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今天非常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一期再见。